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，撒迦利亚书第7章第1节到14节，犹大书第1章第5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慈爱相待。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回到三峡教会来跟兄姐们一起来经历礼拜堂建筑的意象后，常常在思想建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既然我们是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看见上帝的意象，跟随上帝的旨意，那么基督徒的特质以及呼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思考方向了。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就是要决心来跟上帝同行。弥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，有了最明白的教导，说：我朝见耶和华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我当献上什么呢？7个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，或是万万的油河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来献上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以慈爱的心与主同行，以公义的行为来彰显上帝的同在。在撒迦利亚书第7章第1节到14节记载，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4年的9月，就是基斯流月初4，上帝对撒迦利亚说话。伯特人已经派沙利色、利坚、米勒和他们的随从来到上主万军统帅的圣殿去，祈求上主赐福，并且求问祭司和先知：我们是不是要像多年前一样，在5月禁食呢？在为圣殿被毁的事哀伤呢？以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给我的讯息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些地方的人民和祭司，以往的70年，他们在5月和7月禁食哀伤，都不是为了要尊敬我。他们吃，他们喝，是为了满足自己。这是上主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。当时耶路撒冷正繁荣，到处都是人，不仅在城的周围城镇住满了人，连南边的地区、西边的山脚也都有人居住。以下是上主万军统帅给撒迦利亚的信息。他说：我早就命令我的子民，你们要秉公行义，要以慈爱怜悯相待，不可欺负寡妇、孤儿、外侨和贫穷的人，不可蓄意加害别人。可是我的子民万梗不肯听从，他们塞住耳朵，使他们的心跟石头一样的硬，因为他们不听我借我的灵差遣古时的先知所传的教训。我非常的气愤，我向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听；他们向我祷告，我也不会回答。我像旋风一样把他们卷走，使他们在陌生的外国，这片美好的土地成为了荒凉、人烟绝迹的地方。犹大告诉初代教会基督徒，那些没有好的行为、不公义、没有上帝慈爱的人，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。
犹大书第1章第5节到21节。虽然你们都知道这一切，我仍然要提醒你们，主怎样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，然后消灭那些不信的人。不要忘记那些不守本分、离开岗位的天使们，他们被永远解不开的锁链锁在黑暗的深渊里。上帝把他们囚禁在那里，等待审判的大日子。还有住在索多玛、蛾摩拉和附近城市的人民，像那些天使一样，他们行为淫乱，放纵反自然的性欲，因此受那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。这是可作为人人的见解。这些不敬虔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隐晦的幻想驱使他们犯罪，污损自己的身体。他们轻慢上帝的权威，侮辱在天上的尊荣者，甚至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争辩时，也不敢用侮辱的话来责骂他，只说主要谴责你。可是这些人竟毁谤他们所不了解的事，像野兽一样，随着本能去做那一些毁灭自己的事。这些人要遭殃了。他们跟该隐走同一条路，为着钱财，他们掉进了巴兰所犯的错误当中，像可拉一样的背叛，一样的灭亡。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宴中无止的狂饮，污秽了自己，像牧人只晓得满足自己的肚子。他们像云块被风吹逐，下不了雨，又像秋天也结不出果子的树，连根拔掉，完全枯死。他们可耻的行为像海里的狂浪激起泡沫，又像脱轨的星星掉进上帝永远保留给他们的幽暗深渊。亚当的第7代孙以诺对这些人早有了预言，他说：看哪，主带着千万的圣天使一同来，他要审判所有的人，惩罚所有不敬虔的罪人，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敬虔，又用不敬虔的话冒犯上帝。这些人常常埋怨别人，责怪别人，他们随从自己邪恶的欲望，说夸张的话，为着自己的利益谄媚别人。可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所说的话。他们对你们说，在历史的末期，有人要出来，随从自己邪恶和不敬虔的欲念嘲弄你们。这些人制造纷争，受本性的支配，没有灵魂。至于你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应该始终坚立在至圣的信仰上，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，常常生活在上帝的爱里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好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希望将来三峡教会新的礼拜堂能够充满上帝的慈爱，教会会是一个行公义的团体，礼拜堂建筑的空间充满了上帝的爱以及这个渴慕救恩的人们。诗篇50篇，请兄姐自行来阅读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领受上帝的旨意意向，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满有上帝的慈爱，能够行公义，与上帝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